線分隔車道設計嘅快速幹道，總長度4.7公里，貫通九龍中部，西面連接西九龍嘅6幾間號處，東面連接啟德發展區以及九龍灣嘅道路。其中3.9公里長係行車隧道，主要喺深入地底嘅天位岩層現時來往九龍東西嘅主要道路，包括元塘道、入雲街、太子道西、亞皆老街、烏蘭加士居道車公廟以及漆咸道北嘅交通，已接近或超出道路嘅容車量，經常出現交通擠塞情況。長長嘅車龍令呢啲主要道路無法行車，擠塞情況往往指中中九龍幹線將提供一般花場嘅交通，讓車輛每一個人時擠塞，節省行車時間。中九龍幹線通車後，預計早上繁忙時間市民幹線至西九龍與九龍間嘅行車時間只需要5分鐘，時具有分流作用。預計通車後可以改善中九龍周邊地區，例如黃大仙、及九龍城地區嘅交通狀況。幹線將會同 P2 主幹路以及將軍澳藍田隧道組成路盤幹線，直接聯繫西九龍嘅將軍澳。中九龍幹線有助分流現有九龍東西主要道路嘅交通，減少地面道嘅車輛數目，從而舒緩交通擠塞所造成嘅空氣及噪音污染，改善環境。我哋將會喺油麻地、何文田及啟德邊近通風大樓，並配備空氣淨化系統，隧道排氣會經過該系統淨化後先排出室外。系統可以去除隧道排氣內最少80%嘅二氧化氮以及可吸入懸浮粒子，進一步改善空氣質素。我哋亦會喺彌敦道至油麻地天主教小學對出嘅一段加士居道天橋興建隔音罩，進一步舒緩交通噪音對附近居民嘅影響。興建中九龍幹線無需清拆任何私人物業，亦不涉及住戶搬遷，但仍需要重置若干位於油